是有目的的。各位兄弟，咱的行做，咱的做好代志是有目的的时阵，咱的好代志就不是好代志啊，就变成很 ugly 了，就变成是很歹看。所以要照圣经的思维去做，就是讲，咱这基督徒是上帝伫基督内面所做成的，亲手调制呢。好，咱即摆有认为亲手调制的比较宝贵，有无？不是机器做的呢，咱是上帝亲手调制的基督徒，目的是要创啥？他写的、啊、行善，而且这个计划是古早上帝本来的准备是要安尼。最后，我们回头来看这个。3个都过去式，保罗是怎么了？啊，我又还没死，所以就还没复活啊！啊，我也还没有怎么样，在地天里啊，到底是什么回？他为什么在论述上已经甲写做是过去式啊？就是讲已经发生啊，已经发生了啦。保罗说这个已经发生了。不是还在等说，哎呦，什么高血压、中风死掉以后，然后才怎么样？上帝让我什么，跟基督一同复活，然后才怎么样？升天坐在天上，那个都是什么？以后的事啦。啊，我现在嘞，继续吃巧克力嘛，哈，是不是？哦，继续过安呐。不是高血压日子了，悠哉的日子嘛，哈。等死后再怎么样，再说啦，哈。死后上帝让我复活，然后坐在天上，不是啦，各位兄弟，咱的信用不是安尼的思考，咱的信用是讲，你若相信你以后会上天，甲基督同齐做伙，你若相信你死了后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互你安那？搁我，你即马在世的时，就要开始过以后伫上帝国的日子啊！你相信的话，你现在就要开始过这个日子，是仿佛在天上的日子。就是你虽然过伫世界，啊，毋过你已经开始在过上帝国的生活。当你安尼做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坐伫上帝国啊？是不是？这个是理论哦。可是我跟你讲一个我亲身的经历，我也记得我当下来高龄教会捌讲过，不过你们一定忘记了哦。各位兄弟，知影我也要做大肠经对无？大肠经就是迄个。底下的大肠灌迄个糯米、糯米猪大肠，一堆学的，你知无？我伫美国学的，笑死人吼！啊，我伫 Denver、Colorado 咧读册的时阵，迄个所在甲加州无共款。你若伫加州、伫纽约，你伫东西岸，台湾的食米有济无？吼，拢买会到。我们是在中西部。根本没有台湾餐厅，买不到什么叫做大肠经啊！你若要买大肠嘛，介困难，吼，因为大肠有啦，美国人无食，啊，毋过墨西哥裔的吼 ，Hispanics 会食，啊，毋过伊拢嘎嘎呐，脆糊糊，啊，这是要安怎灌大肠经啊？吼，所以后来终于找到一个越南店。越南店有卖猪肠，而且没有破洞，吼，一条一条，哇，紧甲买回来，吼，因为想要食迄个，现在阮南部吼，即马就讲阮南部，阮南部吼，阮下港吼，有迄个卖迄大肠经吼，它伊是迄个车塞出来吼，它是跟那个，你有没有看过以前卖猪血糕那种木头的那个一样？伊嘛是用迄种诶。它蒸在里面，
啊，即马摕一条出来，啊，着斜切，哈，问蒜头豆油糕，哦，哦，做食的，哈，啊，我细汉阮外妈着拢甲我带去食，阮外妈虽然无啥出去哦，啊，毋过伊最爱食迄个大肠孔的卵饼，迄头尾吼，啊，每次去吃那个头家就会切迄个边仔互伊，吼，吼，啊，我比较喜欢吃饭，我比较喜欢吃中间，吼。啊，煞伫美国读册煞无代无志，你想着大肠孔啊？啊，这边啊，哎，我敲电话去问一寡牧师娘吼，伫美国的牧师娘，哦，最高主菜伊就伫电话甲我教讲安怎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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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就迄天透早，我就吼拜六透早就去找迄个越南店，吼去卖迄个大肠。各位兄弟，迄甲台湾的无共款，台湾的卖互你吼，有一寡已经处理过啊，你知无？伊迄真正是臭臭的，吼，哦，臭臭的大肠，买回来就要开始什么？揪揪揪哦，爱用面粉，用盐，然后他们还叫用小苏打，哦，揪揪揪。后来我学到一步，各位兄弟用可口可乐，吼，用可口可乐洗大肠，洗了后的大肠，佮会当摸起来，佮揪揪揪，你知无？啊，把油全部怎么样？所以要减肥的可以喝可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可乐很甜，吼，好。即摆大肠啊洗甲清气了后，吼，用迄个把迄个肉粽迄种绳棉绳，就甲迄个一边的安那搭起来，吼，好准备，开始去买准备。下港的糯米猪大肠内面有放一项物件，你知无？土豆，迄台北人即边北边袂晓食，吼，台北人的糯米猪大肠无土豆。敢若放迄个油葱对无？吼，好有土豆，伊来买土豆，先甲定好色，先蒸熟土豆。啊，你准备咧，安那？来先炒过，吼。啊，我就有加一点酱油跟油葱，啊，甲下带迄个土豆安那，炒，袂当炒伤熟个，炒了，就摕迄个汤匙啊，开始迄个大肠一个一安那。灌，袂使灌满，爱灌8分甜。这个我们启隆执事也学会了。吼，有一次我在教会做，启隆执事就跟我一起灌，吼，我们灌，后来有几根灌太满了，后来就啪就炸掉了，吼，说变成糜，吼，变成糯米稀饭安尼吼。好，即摆灌到8分满就要蒸了。可是我们都用煮的比较多啦，煮落吼，注意哦，各位兄弟，煮落了，就马上伊煮落就会膨起来，对无？就马上掀起来，摕迄个牙签安那，剁，吼，甲迄个糯米猪大肠安那，剁空，爱拄空是安那要用空，你若无用空袂熟，不会熟啦，吼，它要堵空。然后才会熟，哦，胀起来才会熟。然后 OK， 糯米猪大肠让它蒸了，对不对？蒸了以后你要做什么？你拢袂晓食的是无？爱做海山酱，就是咱咧食迄个蚵仔煎迄个阿红迄啦，迄要安怎做？要放番茄酱，番茄酱只是让它红红而已。哎呦，恁家拢袂晓煮菜，哎，上重要的是味素啦。味素，味噌啦，无我咧讲啥？啊，我讲成味素哦，好，不是味素，味素吼，味素。米索，日本咧啉迄啦，啊米索啦吼，啊，你用那个为底，吼，然后豆浆啦，豆浆啦，对啦，豆浆啦，豆浆汤嘛对吧吼，用那个做底，然后加红红的番茄酱，加糖，加醋，然后煮，然后搁砍割，
那个就是红红的酱啦，哦，搁准备蒜头豆油。看下这，你知我做了吼，芳伫桌仔顶几点嘛？你知无？暗时啊6点半，我一透早就开始去买啊，你知无？好，我现在讲一个重点，等阮所有的拢排办好啊，拢捧出来啊，拢切好啊，坐伫迄个餐桌，一个人坐伫我的餐桌，因为我是为早时就开始做，所以没有意识到那个天已经怎么暗了，吼，天暗了以后，你知道我没有开灯嘛，都不用开灯啊，这，啊，即摆放伫桌仔顶，坐伫餐桌的时阵，边仔拢安那暗暗，我刚才看到桌仔顶是啥物？大灯坑，我忽然间有一个错觉，我好像在台湾，你懂我意思不？我感觉我在台湾呐，还没吃之前，眼泪就怎么样，就掉下来了，好感动。那个情景到今仔还会记得。我坐伫大灯坑的头前口，好丢脸。为什么哭？对，我想家，想台湾，我感觉我仿佛在哪里？在台湾呐。可是我那时候人在 Denver, Colorado， 可是我仿佛在台湾。各位，这我不是要攻下，我要讲什么？如果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思考，咱所做的一切，拢做伫上帝国的时阵应该做的代志，其实我们就已经仿佛在什么上帝国了。无因为咱即摆还搁伫世界，无因为世界的人对咱无公义，对咱无慈爱，对咱无公平，甲咱欺负，互咱受委屈，不正直、邪恶，无要紧，这是世界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世界过上帝国的生活，其实我们就已经什么？已经在天上了，不是？好，帮我按前，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那3句话，不是保罗的希腊文不好，他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写成什么过去式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保罗要让咱知影，咱若会当伫即时，就过迄款上帝国的生活，咱其实已经就在天上了。各位姐，我们有没有同坐在天上了？我看你也不要讲得那么快，让我们有一点盼望嘛。我们有没有已经在天上了啦？什么快了快了？唔茫咱会当虽然活伫这个世界，不过愿意去学习上帝国的生活，那就是仿佛在天上了。最后讲一句，可是基督徒有一个错误赖皮的做法，这个是教会历史以来都有的。有时候基督徒想用法律跟政治营造一个上帝国的样式，强迫所有的人都怎么样，跟基督徒一样的时候，这个就绝对不是圣经的讲法。听我的讲下不？基督徒的做法就是咱用我们的生命去营造这个上帝国的样式，不是要借助什么会法律跟政治力在地上建立一个上帝国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这个是教会历史内面已经发生这几届的唔对，就是基督徒想要用武力，想要用政治力，想要透过法律在地上直接建立一个什么上帝国？不对，不对。圣经是让基督徒通过
疼甲受苦，用家己的性命伫即个世上活出上帝国，是用即款的方法，互咱仿佛在天上。我有讲清楚吗？有讲清楚哈？希望有讲清楚，因为今嘛台湾的基督徒又要犯这个错误了，好，已经又要犯这个错误了哈。所以我们回到圣经，咱来望咱所有个人教会的兄弟，咱真正虽然活伫这个世间，毋过愿意去学习操练家己，过迄款仿佛的一间伫上帝国的日子。我们互相的勉励，互相来支持，同心来祈祷。